咱第一组的来宾家庭选择。小跳几排，绝对摕金牌。感谢来第二队两个，一定赢。来第三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好家。好，摕冠军。大高追。第四队来宾家庭，欢迎咱的林家。嘿，来，北北中金上面金，阮的队员真。哎呦！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，今日咱四组的家庭拢来啊！嘿啦不过真歹势，就敢若一组会当入来咱的100万决赛。哎呦，那真可惜是啊，啦。今日四个家庭敢有这厉害？哦，因真足厉害哦。真正足厉害哦！是。来，咱头一个三甲就咱陈文山哥哥。好，我甲介绍一下，嘿，来。爱着带着伊上爱的朋友甲队员师妹啦，还有张晶晶、晶晶朱流，啊个嘛是咱演员最厉害天天。啊，那咱第二队的家庭呢？阿姊，先甲问者，顶一道因摕啊，偌济？对，恁顶一道偌济？这无几礼拜尔。无济啦，无济啦，咱2万尔。哎呦，2万就我记得今日叫我摕中来报就好啦。是。好，今日希望恁甲100万通啊摕起来哦。是的。好，来第二队的哦。是欢迎咱小梁哥哥，啊个伊上水的太太朱优姐，啊个两位朋友苏恒，甲咱的孙英。嘿，啊咱今到的奖金有偌济？计一数啦，23000。厉害厉害。嘛是真好，我甲你讲哦，小亮哥哦真厉害，伊真正是朴素朴哦，大家爱注意哦。嘿，好来，搁介绍落去，咱这边的好家。是欢迎咱的队长阿好，有才的水某伊太太来，啊边仔迄两位吼是安好爸甲好妈。是，来，咱顶一道的奖金偌济，大声讲出来。来，2万啦吼，23000，咱3000。哎呦，安尼放心嘛，系啊。是无，真歹讲哦，无听着100万利用较紧。哎呦，迄种真歹讲的哦。 100万块3000安尼。不要紧，勇敢，加油啦！认真讲，把100万摕到等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好来，扫入去换咱林家咯。哎，欢迎咱队长尤林，哦哟，今日穿得真水，你看卖。伊带着咱的好朋友大兰妹啊，宜兰的，啊，还有七号啊。顶到的奖金有偌济？领导奖金嘛无啥万字。高，今日敢有这个运气，咱都唔知影哦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抱歉欢迎咱的单红慧单老师。手擂台，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，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。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嘿，第一回合。 斗阵手擂台，嘿，咱这游戏安怎讲？哦，咱这回合哦，每一队拢爱轮流答辩派一个人落来，一个人哦，嘿，拢总爱派4摆，啊，每一个拢算得到吼。啊，落来了，咱会出题目，用迄个提示想答案，你若知影答案，就紧甲试落去。嘿，安那试就是安尼个试。哇！但是爱注意哦，每一题敢会使回答1摆，你若讲唔对，机会就是别人的啊。是，啊，咱这分数咧。哦，咱。 一个人会使回答2题，一题就是咱的5000，所以拢总吼加起来8题就是4万哦。哎呦，4万多，大出手哦！好，来，这个讨论题，甲上感觉会强啊得分呢，今日甲请出来第一位啦。手头菜，好，来哟，这个大多九头，小辣妹，好，来，咱手擂台。有人呐！来，这里，好，非常为你哦，是哦。哎呦，
哇，安尼啦，你是啊来看咱四位拢美女啦，真水着。是哎呦，天天，天天。你个会记咱，我会记咱啊拄啊无偌久才见面啊，对不对？顶礼拜吧。后边佫会见面。哦，赞，主持哦，这句话赞。有信心就对啊啦，是啊，那咱的英的老师的朋友，哎，同学啦，同学的朋友啦，是，啊，等去你有看到迄落家己报出无？有有感觉，嘿，阿拜讲要来。哦，袂歹哦。对对，阮这部趣味，安尼就好，一定爱有信心嘛，吼。好来，咱有你，嘿，你今日有是为着要摕100万西装打扮来啊吗？嘿，因为我决定要红色的，但是友人本人无红色的衫，所以我想讲啊，请我的分身友人呐。啊，有你那来啊啦，有你那啦是啦，啊有爸要摕100万无？一定爱啊，100万是咱的。哎呦，还讲，无，咱一定爱要摕钱，一定爱用嘛，哦嘿，无唔对。有影好，啊那咱的太太的咧，太太，哎，你讲完啦，你讲完啦。讲完啦，唔知你讲啥？不要紧啦，谢谢。啦，你紧张，无食到100万就是伫恁遐。你有听到天天讲啥无？讲啥？伊讲伊袂晓讲安尼，谢谢100万互阮啊。多谢好，来，咱这里回合无？有几题？哦，咱一个人2题。一个人两加油题哦吼，若看到什么提示，就紧的想，就甲试落去，知影答案就紧紧讲出来哦。好，来，要开始哦。两题，咱第一题几个字？这题2个字， 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咱看第一个提示。牛。哦，什么会是牛咧？来，第二个提示。巴肚长长。巴肚长长，牛巴肚搁长长。哦，是什么物件咧？来，第三个提示。分家龟。分家龟。哦，来，甜甜。碰风。哦，碰风。碰风。来，老师，碰风对唔对？健康。来，奖金甲加落去。恭喜哦，3队得到5千。好来，你甲看，咱继续搁看落去吼。系啊哦，分家几了后，哦，体质。气体伤济啦，伤济，伤济啦。会臭单啦，迄就讲人臭单啦。对，是就是碰风啦，厉害。好，来，今后第二个题要来啊！加油哦！来几个字？第二题4个字。4个字哦，好啊，想一个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咱看第一个提示。阿嬷听嘻哈。阿嬷食嘻嘻哈哈的哦。哦，哎，是什好，来，么意思？第二个提示。时代的差别。有啦，有时代有差别啦，哦还是什么差别咧？好，来，啊，个唔知影吼，来，第三个提示。大人骂囡仔。大人你骂囡仔，时代的差别什么大人骂囡仔字咧？嘿，大人骂囡仔哦。来，个唔知影，来第四个提示。鸡啊啊！鸡啊啊！哦，诶，大人骂囡仔鸡啊啊，啥话咧？知影就记得收下去啊！要看第五个提示啊！知影无？好来，第五个提示。讲袂通。讲袂。哦，甜甜。我知影答案，啊，毋过无确定台语是要安讲。想看卖，试看卖。家人阿公，家人阿公，家家阿公。 5、4、3、2、家东阿公。来，老师，家东阿公对唔对？唔对。所以讲恁够有机会哦，啥人知影？记得起。好，来太太，太太来。讲袂春车。哦，袂春车。好，讲袂春车，老师对唔对？唔对。嘛对哦。哎呀，意思是唔是共款？意思是共款的。念法唔知哪念啦。对啦。来，两位够机会。够机会哦，来。其实答案内底顶悬有字，你看者哦。哎呦！加油加油！好，尤林。好来，尤林。啊，听雷。哦。啊，听雷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来，奖金。恭喜咱林家加5千。哎，来，不要紧，咱这唔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来，老师。
拄则讲袂春车意思无共款啦。听类是咧讲即个，那像讲唔捌听无安尼啦。讲袂春车应该是敢若讲道理安怎讲，伊就讲袂听安尼。所以意思无共款。对听类，当然这是以人的角度去看啦。感觉讲敢若对即个雷公的声无啥物反应，安尼敢若袂输拢，也袂惊，也袂有啥物反应，所以感觉讲迄就是听无，这是用人的角度去看安尼啦。所以用安尼来形容讲，敢若听无安尼所以拄则咱的即个提示提示拢有啊，对，所以好，就是听雷，是好，谢谢老师，哇，真刺激，紧来看分数，搁较刺激哈，来看阮的三甲，今嘛5000，厉害哦！来2甲，今嘛是0，加油不要紧，咱搁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好，来咱2甲，5000，来咱4甲咧，嘛是0啊，可惜不要紧，后手搁有3位哦，来，咱紧的换人。第2位啊！加油哦！第2位分数一定爱先抢，后壁就较轻松头菜个抢起来。嘿，好来，主要你的真紧张哦。嘿，真紧张，你唱歌拢走出来。来，敢会紧张？袂，摕到奖金就袂紧张啊。嘿对。哎呦，这边吼，你知这3位拢摕到奖金的呢。对啊，一个比一个所以讲今日大家拢爱歹势啦，歹势啦，较成功的哦。还有信心。歹势，你是你讲甲人嗰度啊？我讲歹势，我第一就乱，歹势。袂啦，是啊，那咱这位是咱的2甲，嘿，同学你好，是，同学你顶届你感觉这届较刺激，还是顶届来第一道较好笑，较好耍啊？这届较刺激，毋过阮准备好啊。哎呦，有信心。哦，真好。少年就是要有信心。是，无唔对。好，说落去就是咱的佚佗啊。嘿，有理。你拄仔讲伊日本人啊？伊有日本的血统。哦，可怜啦，有可怜啦。有可怜。今日是你讲的，我是足确定啦。因平常唔知啊，佫唔知啊，即摆登去嘛未确定吼。后抓若真正有影通摕100万的钱，伊来讲是啊，摕100万，摕去研究一下。我是日本人。是。好。嘿，台湾人。我知影，你有信心无？有啦。是真正。嘿，答案我拢知，我讲袂出来尔。不要紧，尽量讲，但是爱正确哦。因某拢无话，爱以为咱遮侪安尼。我们讲袂春车，你知无？袂啦，真好啦，较快乐啦。嘿啦，有影。是，好来啊，准备好啊。加油哦！好来，第一题，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来看第一个提示。查甫的保健产品。查甫的哦。好来，第2个提示。天乌乌啦，查甫天乌是什么意思？保品来，佫唔知哦。第3个提示。无蓝片。无蓝片哦。是无迄个蓝呐。手举较悬的，无拄我回着哦。好啦，来。你要讲来，不要紧。 2个字啊？2个字。玛卡。玛卡，英文好做玛卡。玛卡，嘿，英文玛卡。玛卡，玛卡。哎，2个字嘛。玛卡。玛卡。好。查甫的玛卡。来，老师，玛卡。唔对。我看你是蒙卡。是，拢无人啊。对啊。我要搁摕落去哦。好，来，咱看第4个提示。有溜溜，哎呦，来，主流。乌溜，乌溜，乌溜，有乌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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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溜片，乌溜，小溜片，小溜片，好溜，好溜，好来，老师好溜对唔对？对。他唔是玛卡。来，你这个5斤了。好来，你甲看者，咱的提示就是安尼，查甫人一定爱。 对查甫人较好啦，人以前就安尼讲嘛，对，无错。嘿啊，乌啊，天乌就是迄歌词内底有，敢若有讲到的款。对，有这个歌词，吼来说咧，伊无蓝片啊，吼，还个咕溜，想的感觉嘿，啊，参呢，你参的内底，落歌内底，嘿啊，是，好来，真好哦，袂歹哦，过来一题哦，加油，来，几个字？ 3个字哦。
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第一个题是囡仔足欢喜，囡仔足欢喜的。好。第二个题是喙齿砰砰砰。哦，来七了。秋莲藤，秋莲藤。哦。蹦米香。哦。好，来，老师对唔对？囡仔足欢喜，喙齿砰砰砰，伊敢知影是啥物咧？来七了。秋莲藤，秋莲藤，老师，秋莲藤，对。唔对。真可惜，机会搁有哦，有收到无？无收到，我就搁提啊哦。好，来，第三题是一两三，一两三。啊，无。无。来，第四个题是嘣一声，轰一声。哦。蹦米香。哦，你有食过吗？有啊。哦，哎，蹦米香。蹦米香。为什么甲一两三用安尼？一两三蹦一声蹦安尼。哦，一两三，一两三。嘿，伊会生化啦，惊人惊到。好，来，老师蹦米香对唔对？对啊。来分数。终于得了5金了。好来，你甲看，咱搁继续看落去哦。嘿，到尾啊安嘛？要蹦啊！哦，也好，就要要蹦啊！对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分数，真紧哦。对啊。咱先看咱的三甲即马有1万块。哎呦！来2甲咧。2甲爱心一个，可惜。嘿，不要紧，叫加油。来，啊来，是咱0甲咧。有5张。嘿，啊来，咱好甲咧。冇5张。袂歹，会愈来愈强哦，后尾还有2个哦。哦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第3位啊，强的啊啦，强的来啊，嘿，因为第3位拢是要抢分的啦。对啦。嘿，晶点抓来？我唔知影第3位是要来冲婚的呢。一定爱啊！刚讲你是去来佚佗的，嘿啊，袂使放因过啊。对唔对？对啦，来冲婚而且你啊！甲看，咱看过拢是女人呢。有啊。拢是女人，咱咧较强的，啊边有查甫人看。对，免惊免惊。是咱注意这。伊讲伊真惊。啊，你惊啥？袂人来。这内底讲话讲上济的，你惊啥？哎，唔好安尼讲哦，千万唔通安尼讲。啊，无。对，我们拄则两个人买咧创啥？你看这气40种。因为就是你去想，爱想较紧的。系啊。嘿，想啥画面啊、字啊啥，拢爱想。头壳爱转啦。问题想讲袂出来嘛是无效呢。不要紧，你尽量讲，尽量讲就好。是，啊，咱大连妹啊，这道，因嘛来足久啊呢。对啊。是，咱嘛对袂记你因啊。系啊。因为阮即马较捌的是三国这组，因为咱前无偌久。啊，咱即马要拼一下输赢，所以讲大家拢爱来啊。是，这届甲。这届甲顶座拢无共款，无共款，这届较紧张，因为人较侪，对，较刺激，对，较刺激，是，啊，就是有成功的，无成功的，哦，大家拢看戏，对，而且徛在你边仔看拢会晓啊，徛伫遮头壳拢空白安尼，咱即马就放好空，放好空卖是安尼，咱会去想到，哦，咱好妈妈，因为较店拢较无啥讲话，等下尽量甲试。对，那唔知讲唔对嘛，不要紧，就尽量甲试落去，做好把看。对，为着咱的奖金。没错。好来啊哦，2题哦，来咱第一题过哩。2个你，2个你，来咱请出题。第一个题是，上早是贵族咧穿的。贵族哦，贵族咧穿的哦。好，来第二个题是，素丝。哎呦，素丝穿了的素丝哦。穿了的素丝是啥货咧？好，来唔知哦，来第三个题是免穿内衫。来来咩啊？困衫。困衫。哦。困衫。好，来哦，老师困衫对唔对？对。那这厉害啊你！来分数。终于得了5金咯。来，你倒位开始看到，感觉是困衫？
因为以前的人应该无咧穿困衫这种关系，是啊所以讲是较好野人咧穿的。是啊，个素食，啊素食的衫就是困衫。因为咱来困哦，内衫有诶拢免穿嘛，对较舒适啦。是是啊，第四个是第四个 party， party 的 dress code 啦，哦，大家讲好拢啊穿安尼，系啊，安尼咁好。啊内底有穿啦，哦，因为有诶有古水的啦，啊，嘛有诶有较 sexy 的啦，是是，好来上啊，搁来穿的较好困，哦，穿个较好困，因为较轻松嘛，是真好真好。好来，不要紧，免烦恼，够第二题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好，好来，一题几个字？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好来，咱请出题，来看第一个提示。英文的声音翻译过来，哦，英文翻译过来哦，声音哦。好来，第二个提示。排水性足好足悬的，哦，伊排水性真好啦，哦，真悬啦，吼。刚刚唔知啊，来第三个提示。囡仔歌，咦，伊是一条囡仔歌囡仔歌有唱到伊哦。哦，囡仔歌哦，吼，排水性够悬，英文的声音翻呢？对，来，我唔知啊，来第四个提示哦。马迪卡哦哦。哦，来，我要看卖。好来，点啊加？点啊加，好来，老师点啊加对唔对？对。来分数。有人加搁加5000咯。是无唔对，伊就是一个点啊加这条歌，但是囡仔歌啦。对对对。伊拢点啊加，念着卡，马迪卡叫阿爸，哎，对。哦，到尾也就念着卡。有影，写喺顶悬啊。嘿，歌伊应该是拢歌词啊啦。应该歌词啊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搁有最后一位上强的，咱先来看分数。好，来看咱3个的这边。3个这边1分。啊，咱2个这边咧。爱心1粒。哎，不要紧，搁加油。好，啊那咱赢的咧。0加150。啊，咱好的咧。5000。来，上尾啊一位强的要来哦。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来，第4位拢是上强的带起来。无错。是，你也看3个。3个。咱甲顶礼拜见面尔对无？对。是，伊直感觉咱的游戏足好佚佗。好佚佗啦。会当学到足侪物件啦。是啊，阮真正有影为着100万哦，阮有改游戏，所以讲这改更较刺激。哦，真好算。嘿，而且大家拢会当算，拢算会到。嘿，是，欢迎你甲100万加油！哦，我会尽量拍票。好，来，请阮先拜先拜，对，手放较冷个吼。恁这个制作单位真优秀。100万要互摕吼，啊，拢安尼伫咧避讳出头啦，出头就济啦。哦，安尼愈来愈困难啊！为难阮这老伙啊，你讲。袂，其实这哦少年的吼，甲咱有这种年岁吼，咱来动一下脑筋者，无咱平常时也无可能会去想到这。用大意想。嘛是教大家来运动啦，动一个脑，运一个动啦。脑筋运动。是，无唔对，今日边啊，甲你配一个妹妹啦。阿妹啊。吼，来，宜兰妹啊。会紧张啊。足紧张的啊！是安怎？哈？啊无安尼拢前辈啊！你看，拢前辈。我细汉看2个大。宜兰风水真好，你看，成个这型的，唔叫是风水站啊。你无看我嘛宜兰。地理真好，好山好水啊！好山好水好身材。别，你唔通安尼讲，因会甲你保护啦。安尼吼，好。我来讲，保护奖金是吧？咱少年人手较紧啊。对啊。哈，是不是？是，这就是你较赢的所在，较赢的所在哦。后来佫刷落去是咱好爸，嘿，好爸嘛是较掂对无？对啊，拢看到遐侪影星明星啊，紧张个。好爸，不是，今日唔是叫你来看野青什么的，今日来抢钱啊！抢钱，想要抢啊，但是拢甲我想到我拢袂记啊。哦，我甲你讲啊，你袂当输赢哦。对啊，尽量。袂当输，咱这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哦。好，尽量把实力提出来，因讲，甲因惊死。好，来，两题哦。来，咱第一题，几个字？第一题2个字。2个字来，咱请出题。第一个提示。黏黏嘛。哎呦，伊黏黏啦。黏。哈，来第2个提示。
长个圆形的，伊黏黏个长个圆形的，长个圆形的，是个唔知啊吼，来个提一个了，第三题是，哎，叮叮叮，好来，两个一样，一样，哦，两个字嘛，一样，好来，老师一样对唔对？唔对，哎呀，我想一个，嘿，长个圆形的，长个圆形的，长个圆形的哦，好来，我唔知我个题哦，来第四个题是。配豆奶，搭配豆奶。哎呦，好爸个好爸要讲话哦。黏黏，嘿，黏黏。叮叮叮叮叮叮，嘿。啊配豆奶，配豆奶，是。啊，夭寿，袂记。夭寿哦，伊个答唔对夭寿，唔是吗？来哦。好爸。配豆奶吼。嘿，你拢食什么配豆奶？油条。哦。好来，老师油条对唔对？唔对。哎，唔对呢。啊，有人知影无？人知影无？继续第四啊。来，三个来。哦，三个。两字，哎，饭丸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吼，伊黏黏嘛，咱煮米吼，你做的饭丸嘛黏黏嘛，啊长高啊，佮兼圆形的吼，啊爱捏捏捏啊，叮，哎，配啥话？配豆奶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饭丸对唔对？对。来，分数我加你。终于加5000咯！来，咱来看最后一个提示哦，吼，来，最后一个提示。煮米啦，哎，煮米，哎，唔知黏黏，黏黏嘛，是，好来，不要紧，咱先串一个，搁一题，哈，搁一题啦，真高，大家拢有伫想，真好，真好，好来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3个字，三个字哦，好来，咱请出题，第一个题是，喙齿足长的，喙齿足长的，哦，什么会是喙齿足长的咧？好来，第二个题是。看真远，看真远，喙齿长，伊个看真远哦。嘿啊好来，第三个是食树叶啊，伊是食树叶的。嘿，哎哟，喙齿长，啊个安尼看真远，搁食啊个食树。哦，来，什么？麒麟鹿，麒麟鹿，麒麟鹿吗？麒麟鹿，麒麟鹿。好来，老师，麒麟鹿对唔对？对。厉害。来，分数。恭喜林家跟第5000咯！来，咱来看一个咱的迄落啊提示牌吼，你也看对，伊是长长嘛，啊伊想足济哦，哦嘿，啊其他看因为颔骨啊长嘛，吼啊个食树叶啊的，是啊个免草树，免草树，吼因为伊免这些草树啊呀，伊拢徛咧啊，嘿啊拢徛咧，对，嘿啊上尾啊徛咧困啊，嘿徛咧困，颔骨拢看咧困啊，上辛苦的动物啦，嘿啦，是好来，咱即马来看一下分数啊，好，好总分数是，好来看咱的三甲，即马15000，耶！啊咱的两甲咧，爱心一粒，哎呦，不要紧，咱搁加油就好，好啊来咱的零甲咧2万，啊来咱好甲咧5000，哦，嘛真好哦，好，进来咱的第二位啊，阮到第一名。嘿，阮到第一名。哎，大家加油哦！嘿，啊，咱这规矩是啥话咧？咱这回合吼，全部16个氏族家庭拢爱上台。嘿，啊，咱拢总有5条的题目，特别拢有 A、B、C 3个选项，恁只要选恁认为正确的，吼5条过后，看倒一组是唯一留落来，还是留落来上最一组，就会使得到阮的奖金3万块。无得着的，咱就先再会啦。好啊算，好啊算咯，3个大名 A、B、C 鸟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跋杯的时阵吼，两个杯若是拢是背面向顶头，这种状况叫做笑杯。啊，恁安怎知影伊安怎叫做笑杯咧？是 A 亲像杯吼向头顶咧祝福的形 ，B 是亲像神明咧甲咱微微啊笑，还是 C 人咧祈求的时阵咧微微啊笑咧？好，来，咱请选择。
头发来，头发来啦！放春一节啦，你看。到底是要去对？我就惊伊徛咱边啊，你知？一直徛出去呢。调好哦，调好，袂使哦。咱即马钱一边，到时到哦，若是讲咱比的答案唔对，这就拢爱休困，就恁三位要来拼这3万块啊！是，咱就提早下班。滑杯时边面向顶头的状况，或做笑杯，为什么会或做笑杯呢？ 好，来记个哦。哦，这无遐尔简单哦。嘿啊，到底是什么人咧笑啊？是啥子叫做笑杯咧？是迄个形，还是神明咧笑？还是咱人咧笑？哎呦 ，A B C 啊，不好清楚哦。来哦。哎呦，紧张哦。3、2、1，来，啊，今晚来刚才游击演哈。头发来，头发来啦！放春一节啦，你看。到底是要去对？我就惊伊徛咱边啊，你知？一直徛出去呢。你若是讲这拢一直要往问的对不？对。无啦。你选的是 A， 你感觉是哦？迄杯就亲像你讲祝福的。亲像神明咧甲咱祝福。这是应该是安尼，是亲身的感受啦，是讲咱跋落去笑杯，可能是。 神明要甲咱拒绝讲咱无同意咱，哦，咱叫伊无同意，但是就感觉你笑安尼啊，感觉讲哎呀，讲有一遍机会安尼啦，会使讲你问一下呢，对，感觉是安尼，对啊，吼，是毋是？好，啊那咱的 B 吼，咱这边嘛是拢 A 哦，调好哦，调好，袂错。咱即马钱一边，到时到哦，若是讲咱 B 的答案唔对，这就拢爱休困，就恁3位要来拼这3万块啊！是，咱就提早下班。我袂答，我爱问先拜。哦，先拜。先拜，咱平常时啊，咱有伫拜拜对无？有拜杯。拜杯无？有拜杯有啊。你代表，咱因为恁选 B 嘛，你代表大家讲，啥那你会选 B？ 因为哦，神明向咱微微啊，就是讲哦，啊，你讲的我第一听无清楚，听无清楚。啊，无就是讲哦，我无啥同意，但是我无甲你接逼，所以。 你看这安尼较安尼吼，是不是跟咱神明咧笑微微啊笑？哦，你的嘴型呀。哦，微微啊笑这个型哦。哎，讲了真有道理。会认同的人带行进，徛你的来啦。徛袂落呢。安尼我知啊，好吧，你是咪拄啊？已经无味啊。去用接出去的啊。超菜啊！不要紧，无定就是这边哦，无定就是。无定就是 A 哦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 B。来，我爸，咱先休困一下。啊，别个问啊吼，别个问啊。嘿，来，伊来咧，咱嘛先休困一下哈。东啊，咱嘛先休困一下。好来。 诶，咱拄只小亮哥讲的就差不多，介接近啊啦，吼，就是所谓的神佛的，敢若讲心意，无讲介确定吼，啊，先啊，敢若讲因一个笑杯安尼，啊，就是神明咧，甲咱微微啊笑，啊，这微微啊笑什么意思？哦，家己去想安尼，啊，毋过我爱补充一个是讲笑这个动作，哦，除了讲这个微笑这个做笑容这个笑以外。 其实这是一个动作哈，就是面向顶面，啊，面向顶面，比方倒笑笑，就是面向顶面安尼倒咧，嘿，所以笑这嘛是一个姿势的一个讲法，嘿，好，以上。哦，来，恭喜恁选 B 的哦，好，来，搁继续哦，加油哦，因为咱有几题，嘿，咱拢总5题尔，5题尔啦，所以讲咱较拼，看上个3万块第一条，好，来第二题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 请问台湾的点心真好食，啊，倒一项点心是咱台湾人在地台湾人发明的咧 ？A. 两人酥 ，B. 两卷 ，C. 红豆饼。来，请选择。来，到底是哈？在参详紧嘞。
在地台湾人发明的，莫用骗去哦，在地台湾人发明的哦。只有这有够高最简单放的呀，我爱唱呀。啊，你不爱唱小亮哥哥啊？啊，你免甲叫过来呀。来哟，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哦？差不多哦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无，咱来问者。来三个代表恁讲哦。好来。A， 嘿，你会感觉是两零糕、两零酥？因为吼，我是感觉这两梗吼，甲这红豆饼，应该是拢受到这日本迄边吼，因的点心文化影响的啦。啊，这两零酥啊，这个较有可能是咱台湾人家己做的啦。哦，真正咸两零，敢若无咧别个国家看过吼。你一般日本人因啊，咱嘛真看咧讲，也是美国人因啊，真听咧讲有咧用两零酥的啦。哦，啊红豆饼就是敢若伊咧鲷鱼烧嘛，吼。啊两梗因嘛就做者煎饼，咱煎饼的部分嘛是受到因的影响嘛，所以应该是两零酥较有可能啦。两零酥算量真济吼。来，恁两个是来徛头前，徛头前。即马是。是这胃较好徛是啊，较凉啊。我新人新娘啦嘛。我感觉两零酥是对的。啊，毋过我感觉讲两零酥吼，莫放伫共一个篮仔内底。两零酥莫放伫共一个篮仔内底。对，所以我徛边，因为我感觉两梗嘛袂歹啊。两梗嘛袂歹啦。哦，两梗嘛袂歹啊。因为少侪人嘛是用台湾在地人做迄手工两梗。红豆饼应该是日本的啊。哦，红豆饼。红豆饼我看应该是日本的，食起来感觉抹茶红豆无？哦，日本的口味啦。哦，你认同伊讲话啊？我嘛是伫咧丢度讲是 A 还是 B？哎呀，这两个就是红豆就是无卵啦。对啦，啊，你若知迄拍粉无内面无放卵。哎呦，对嘞，对啊，红豆两饼。哦，只是我甲卵讲出来尔，是后来跟哪里啦，足孤单是人啲红豆饼。啊，自由即个拢无爱插你，做你走。我甲你讲，我希望讲阮这节目做出去了吼，唔通互翁仔某失好啦。拄则侪人徛遮，侪人徛遮。虽然行拢无相插安尼。唔好啦，咱来好害啦。你误会了，是，阮是分散风险。哦，分散风险哦。红豆饼我是自细汉做囡仔就开始食啦。是。无定讲哦，日本人有这个物件，但是我感觉哦，咱是台湾人发明的这个物件哦，啊，这个红豆饼是台湾人发明的哦，敢若是古早就有啊。古早就有啊，我做囡仔就有咧食啊。是唔是用一个敢若像叠个安尼，啊用一个布，安尼一直咧，安尼。系啊，对。啊，迄个啊，灌咧咯。即嘛有人坑后坑别行啦，用红豆饼。坑迄气膜啊，内底啊烧夹安尼。对啊。囡仔时代加贵啦。对啦，我囡仔就开始食。好。但是日本也有那种铜锣烧的东西。讲的啊，鲷鱼烧迄种。嘿，迄个唔过连法都无讲。无共款哦。啊，型嘛无共。好，不要紧。分散风险。分散风险，一定爱分散风险的。真巧，翁仔某就是爱安尼分散风险。是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有啦，风险拢有分散。来，咱请回。我又袂叫请回。小亮哥哥。啊，咱 A 继续拍拼哦。哦，这是迄个台中丰原有一间超过100年的老店研发的啦。哦，啊，这两人酥哦，伊挑工做较细，就是分量哦，无要讲像传统月饼较大有无？啊，形体嘛无共，所以是咱在地家己研发的点心哦。啊，当然这个拄则讲的红豆饼。历史也足久啊，毋过迄是对日本传来。阮阿妈，我细汉时讲迄叫做台哥丸酒，台哥丸酒日本话。对啊，对日本来，啊两梗呢，讲是对西班牙，西班牙迄边的人发明的啦，所以就是讲是两人酥是咱在地安尼。对啊，这来，真好哦！佫剩真侪人哦，每一个家庭拢有人伫内底哦。3个规堆拢伫的哦。好，来，佫继续落去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
请问台湾正月初一的风俗是爱行春，啊，你敢知影行春这项代志的目的是啥物咧？A. 庆祝平安过一年 ；B. 要唤醒咱这万物的生灵，还是 C. 要祈求财富愈来愈多？好，来，咱请选择来。哦到底是要庆祝平安过一年，还是讲要甲遐万物的生灵拢甲叫醒来，还是讲祈求伊财富愈来愈旺咧？哦，咱目前为止哦，3个是4个拢搁伫的哦。好，只有这个已哦，经就这个调好啊！来，来哟来哟！好好算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哦！我啊！就爱看人，上尾啊1秒，敢若袂赴登去倒位啊？分散风险。介高水的，你选的是 A， 你感觉讲爱庆祝平安过年？因为行春就是走春嘛，就是爱行出去，然后庆祝。过一年啊！嘿，过一年。哦，啊，我感觉是安尼。看到人啊，甲人嗰度拍招呼，对，恭喜恭喜！缘分，嘿，啊，运气就会来啊，嘛是道理哦。好来，咱今晚来看咱的注意这些。哦，伊足早就开只。你足好笑的，你家己一个人悠搁行来吃。啊，拢无咧插别人的，敢若你是一个人来参加无队员的咧。是安尼讲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会在想，我咧想过年，以早过年不是讲有迄年兽吗？年兽对不？啊，过年迄天就是大家拢丢米出来啊，放炮啊，嘿，沙杂嘛。啊，初一的时阵，大家拢活的啊，所以咱爱恭喜啊，所以咱爱出来行出来啊，对。啊，甲大家讲咱拢活的啊，大家毋是拢足好的，爱甲大家拢叫亲情起来啊。哦，是安尼吗？有共款啊。我是安尼想啦。所以我大家拢闭的嘛，啊，即马过啊，所以拢爱起来啊。系啊，大家讲你拢讲活的安尼啦。恁闭的嘛是拢认同，所以有这安尼讲啊。无恁是有啥物起来食？哦，你感觉咧？我感觉讲了真有理啊！你拄则是不是要徛 A？是我拄则是莫名其妙叫人叫来，我来要徛 A。你到你叫来，时间到啊！嘿，无定就是这啦，嘿，要甲叫万物的落去，青蛙甲叫落去啦。来，咱的迄落啊，现在啦，真正多一个啦。嘿啊，你感觉是财富？因为过年就是红包食红啊，趁钱啊。对。啊，行春行愈多，钱愈多。哎呦，行春，愈春的意思啊。哎呀，有春啊，加行一寡较济啊。厉害哦！你讲了真好，大家讲，有理呢。好 ，A、B、C 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以早咱来讲春吼，就是除了春天以外，就是咧讲有春呐。啊，所以就是行春要娶迄个好格调的话，就是拄则讲的吼，会当哪行哪春哪坐安尼就对。哦，啊，拄则佫有另外一堆有讲到年兽。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传说啦。台湾的过年风俗并唔是年兽，其实是另外一个沉岛的传说，就讲台湾岛要沉落去啊，啊，大家爱安怎去处理安尼吼，所以这是当然这是一般大家拢可能就是古来吼。啊，咱拢听年兽听惯势，啊，其实跟年兽无关系啊，咱的过年风俗啊，其实嘛无讲过年一定爱啥物分红包、领红包，就是所谓行春就是出即个春即个意思，所以咱若种啊有号名吼，号即字春呢，其实拢是有即个希望讲啊，会当春佳伙，会当啊春美牛春啥物吼，愈春愈济即个意思，嘿，好，以上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今嘛3万块这道拢要加赢这组咯。好，咱今嘛
摆来看者，咱四个家庭的分数。是。好，来3家，45000。啊，2家咧，爱心1粒。不要紧，好，啊那咱的0家2万。啊那咱好家5000。好，不要紧咧，今来去咱的1片8000斤。嘿，1片8000斤。大家动脑筋啊！是，今嘛奖金45000啦！所以啊，搁加落去。哦，搁加30秒就是75秒。啊，咱这里画家咱就爱好好啊画哦，精啊加油。来，咱这里画啊有3题。 3题尔啦，简单啦。所以讲速度爱较紧的哦。好，来。哦，哎呦，重点吗？哦，伊分做2个字话啦。哦。第2个。这啥？拼奖金咯，45000块的奖金会当提走偌济咧？速度爱较紧的哦。好，来，这题有几个字？这题有2个字。 2个字，来，即嘛有75秒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请位。哦，哎呦，重点吗？哦，伊分做2个字话啦。哦。第2个。这啥？哦，苗七啊。哦，讲。飞鼠。啊。飞鼠。2个字。背气。正确。哦，你看有这厉害。好。老话第一个是背气，鸟气嘛。背气，吃高水，会食鸟气。啊，姊，咱这头一摆看到人共离婚开话，跳咧，跳。安尼应该会清楚吧？对啦，跳。好，来，今麦来看者几秒？我够52秒咧。袂歹哦，咱有出来2题哦。好，来，第2题。哦，第2题2个字哦。共款2个字哦。来，52秒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才开始，哦，伊无要分离过啊，伊即嘛是开始直接画迄个物件。画物件，哦，人记无爱哦。哎呦，喂2个字。哎呦，哦，警察，正确。加高。嘿，无啊，画得太好咧。是。我看有啊。叫你闯，啊，你闯会闯。你看起我真像阿兵哥啊！无唔对，来看者秒数。哦，够39秒啦！是警察啦。警察。是。好来第3题啊！哦，第3题5个字哦。5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即嘛有39秒哦。好，准备哦。咱请开始。来，开始。哦，分离来画。哦。站。哦。站心。站哦，5个字哦。来，跑雷晶。哎，正确。好，来，再个讲一个答案是。好心跑雷晶。来，咱看者秒数。是，还够25秒啦。所以讲奖金是25000块。好，无法度啦，今仔去颁奖。恭喜啊！奖金25000啦！奖杯。哎呦，恭喜！来，阮制作人拄啊讲哦，恁有100万的面哦。已经摕到门票啊！无唔对，其他的咱无着的不要紧。无紧。嘿，咱甲这经验收着。喂，后一季阮有可能无。拿100万哦！这个期待，加油！好，今日来谢谢咱的郭文老师，感谢咱的单凤伟单老师辛苦了。大家有智慧，讲台语，提爸爸。欢迎大家拢。